快放我下来！我懂了，报恩就是以身相许。小白，你怎么还在啊？你干嘛呀？我懂了。什么懂了？我不懂。你干什么？快放我下来！我懂了，报恩就是以身相许。什么以身相许？你快放我下来！报恩不就是以身相许吗？一会儿我们就要同床共枕了。谁要跟你同床共枕？谁要跟你以身相许？放我下来！哎，放我下来！下来！书上还说，嘴里说着不要，其实就是要。这里是我的房间，你快出去！也对，是应该回我的龙倚天池。怎么了？这是哪儿啊？我要回家。好吧。你不要过来！你不是要回家吗？我带你回去。我不要你送，我怕高，我自己走回去。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知道怎么回去吗？还是我送你回去吧。我不要，我自己回去。哎，你走反了！明明按照书上所做，到底哪儿出问题了？